頭起先，咱要做回來關心的，就是這新竹的竹北甲新豐地區，最近是傳出有這犯罪集團透過製毒工廠，做出大量的毒品咖啡包甲粉等等，而且因擱佇個線頂咧賣。這警方落尾是佇個竹北的頭前溪附近的一個較壓貼的所在，當場去查到這個製毒工廠，而且也掠到3個嫌犯甲毒品，即馬專案是照毒品罪起訴。警方爬過鐵門真無簡單，才入去工廠內底，現場掠到涉嫌製毒的嫌犯。辦公室門口閣藏有嫌犯想要發財的裝飾品，不過想要靠賣毒賺錢，真正是害別人，嘛害着家己。甲嫌犯拗到邊仔的貨櫃，利用家私將門弄開，警方也佇內底發現大量的毒品。竹北警方早線報講，有人佇竹北新豐地區製毒，經過追蹤，查到製毒工廠甲倉庫，當場掠到3個嫌犯，還有上千包的毒品咖啡包，以及900萬的現金，甲專門用來上毒的車輛。本分局接獲線報，以劉姓、黃姓、葉姓犯嫌3人為首的販毒集團，在竹北市新豐鄉等地販賣毒品 K 他命、彩虹煙、毒咖啡包等，謀取不法利益。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移請新竹地檢署偵辦。警方指出，嫌犯利用網絡佇線頂賣毒，佮利用古錐的造型包裝，吸引人來買毒。掠到製毒集團了後，專案小組會繼續追查毒品原料來源，避免毒品進入社會，危害青少年佮大眾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